后来乡亲啊，过来，阁有这个年母来苦毒囡仔。新北市邦桥有家长来指控，讲旧年的8月，找一个年母来带伊3岁后生，先是发现囡仔身躯有伤，尾也阁发现这囡仔的喙皮红肿，甚至阁有爱的小手的痕迹。家长袂同意咯，带囡仔去验伤，告这个年母。啊，讲这个年母过去就捌因为虐待囡仔去互告。尾也是无起诉，即摆阁去互告。社会局介入调查，认定这个年母无责任，已经公告伊的姓名，而且撤销执照。3岁囡仔兄坐伫咧海光树笑甲夹夹叫，活泼笑眯眯、情绪稳定囡仔，最近个性煞变真济。查甫囡仔面出现一搭一搭红肿的伤痕，家长怀疑是互林母带去苦毒。当下我们也是觉得说，是不是像保姆说的自己抓伤？但是因为我们都固定有帮小朋友剪指甲。家长讲是咪调，敢是去林母讲无，正讲是囡仔家己伤甲受伤。代志就发生伫咧新北市邦桥区，去年8月3岁囡仔兄送到林母因兜还告，一个月后囡仔身上出现真济空水、大空细粒，直到今年2月，林母主动传受伤的相片，家长认为就是互因拍，不过林母无承认，讲是囡仔家己撩着伤，家长去甲验伤随体告，林母嘛去撤销执照。他觉得他带出来的小孩规矩都很好，然后他也有带过语言迟缓的小朋友。我非常自责，保姆完全没有跟我们联络过，对话记录里面就是一直推来推去。涉嫌拍人的林母就是伊，郭小姐担任林母20多年，防指控未晓带囡仔，更毋是头一摆。2018年，一个扣伊告一岁外查某囡仔不幸过身，爸母提告嘛求偿，不过当时林母无起诉处分，如今竟然个传出苦毒囡仔事件。保姆有对小孩不当对待，那社会局这边也已经公告了保姆的姓名，并且废止保姆登记证。打电话去互姓贵林母，伊无回应，毋过互指控凌迟囡仔。即马林母无法度做个扣告，家长逐个月开办事，囡仔无互好好照顾，佮涉嫌扣拍，是真自责。希望恶林母会当受到应有代价，互囡仔一个公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